主席，今日呢一個決議案，社民連嘅立場係好清晰嘅，大家都知道，所以我哋唔會去煽斥個立場。聽咗好多同事講，其實我自己呢兩日都喺度反省緊，究竟所謂激進溫和啊，或者暴力語言，或者個社會不和諧，我都諗咗好耐。今日睇返我以前寫啲書，全部有嘅，原來都係咪喺晒度？最近有個長者，佢提醒我，佢話毓民你可以出本書啊，書展，英文叫做 I Told You So。我由80年代初開始評論政治，嗰陣時係中英談判，我哋係屬於民主回歸派，係咪？主權係唔可以退讓，但係要民主。在座好多盟友，不過而家走晒啦，係咪？嗱，我今日有篇稿嘅，標題叫《同志們，今天我們在此分手》。先講下呢篇文先啦。主席，5年前民主黨何俊仁議員喺呢個議事廳慷慨陳詞，反對倒行逆施嘅政改方案。佢話：如果作為一個從政者，不能站在道德高地嚟考慮重大嘅歷史決定，或者作出重要嘅政治決策，我們只會淪為政客，受人恥笑。遑論要成為一位政治家了。面對一個比05年方案更加不堪嘅行政長官產生辦法，民主黨已經決定改弦更張，明確表示會投下贊成票。喺呢個議事廳，何俊仁先生同埋佢領導嘅民主黨不再站在道德高地嚟考慮重大嘅歷史決定，或者作出重要嘅政治決策，於是淪為政客，受人恥笑。咁樣嘅結局真係令人感慨萬千。為咗令區議會改良方案得到支持，竟然可以欣然接受一個冇終極目標嘅行政長官產生辦法嘅方案。主席，請問呢個算唔算係背棄2008年立法會選舉之中28萬投票俾民主黨嘅選民呢？如果民主黨仍然係服膺民主理念嘅政黨，佢就必須依從最基本嘅民主政治嘅所謂責任倫理，堅守對選民嘅承諾。好似喺05年反對政改方案一樣，民主黨當時反對嘅原因係相當清楚嘅。根據李永達嘅講法，泛民主派參與04年嘅立法會選舉，提出清晰嘅政綱，支持07、08雙普選。不久之前，劉慧卿仲喺呢個議事廳大聲疾呼，聲嘶力竭，表示爭取2012雙普選絕對不能退讓。本席必須嚴正指出，如果民主黨喺冇終極普選目標嘅政改方案投下贊成票，對唔住，真係背信棄義。佢係接受當權者收編，佢唔係民主派。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嘅局長林瑞麟先生經常掛喺口邊嘅一句說話就係：民主派喺政改方面叫價越嚟越高。事實係恰恰相反，民主黨喺決定反對5區公投之後，政治立場係不斷軟化，叫價係越嚟越低。
民主黨喺舊年12月中召開會員大會，否決參加5區公投，強調堅持落實真普選同埋廢除功能組別嘅立場。不參加5區公投只係策略性嘅分歧，不是原則性嘅分歧。民主黨嘅副主席劉慧卿更加揚言，佢反對公投嘅原因就係因為公投嘅題目冇佢所支持嘅2012雙普選，所以佢不能夠以個人嘅身份支持。5區公投運動過後，終極普選聯盟同埋民主黨先後同中聯辦嘅副主任李剛進行所謂破冰會面。李剛指出，同民主黨嘅溝通係因為民主黨不認同公投，贊成理性溝通。呢個顯然就係所謂破冰會面嘅關鍵，因為中共認為民主黨拒絕參與5區公投，不走激進路線，轉而開拓理性溫和嘅溝通之路，因而獲得肯定。其實呢個亦都符合中共一以貫之嘅統一戰線嘅策略嘅需要。以民主黨為骨幹嘅終極普選聯盟同共產黨溝通嘅其中一個主要訴求，就係以立法備案嘅形式確立普選路線圖。普選聯率先退一步到口頭表述嘅普選路線圖，繼而再退到第2步，不再要求普選路線圖。